你好，所有朋友同阿馬塔亞姆嘅成員，今日我哋嚟睇下 Fra Sonde Wat Rakang Pinyai 呢個係另一個通過咗 TLSL 同埋 ICP-MS 機嘅年齡驗證嘅。好啦，我要同你講晒一個淡陽州嘅佛牌，我要講係極之靚，睇落好自然，佢顯示咗時間嘅痕跡，根本唔可以係假嘅。頭髮越多，而隨住呢個分離，我要講嘅係佢好靚，有少少唔完美。有少少碎片同少少雀斑。佛像被認為係喺150-60年嘅佛像嘅80%之內。160歲，我哋睇到嘅嘢一定要自然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時間創造咗唔同嘅痕跡，人類唔可以偽造佢。有興趣檢查自己嘅完整年齡嘅人都可以用 TLS 同 ICP-MS 機。喺泰國有阿馬塔暹羅，呢個係而家第一個同埋唯一一個可以做絕對約會測試嘅地方。如果有人有興趣，請嚟，歡迎大家。你好。